的青年哈，也做了一个一个特别的澎湖之旅哈。那感谢主了，今天能够回到我们当中来主理，不会受影响，真的感谢主。现在我们的青少年提摩太现在还在七美，在七美啊，他们是预定明天要回来，不过现在整个行程哈，会不会受天气影响？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礼拜三呢，我们青年呢，他们特别租了游览车啊，一队哈20几位，是从我们台南将军乡有一个马沙沟，现在不是什么将军侯那边吗？大家在办那个活动啊，那边有一个港，那个港啊是离澎湖七美最近的一个港，所以他们就从那边开船啊，而且它还有观光的行程呢，因为那边有一个南方四岛的国家公园，以前有住人，现在已经慢慢都搬走了，剩下2个导游，他们就登岛去走一走、动一动、玩一玩哈。但是那一天已经开始浪就不小了，好多位小朋友都晕船了。但是大家怀着热诚的心就到七美去了。第一天天气还很好，但是第2天就开始下雨了哈。那感谢主，他们的行程都在岛上都还算顺利了。那这一次行程当中，我跟我们教会有龚校长还有燕芳老师呢，也随团去看一看、走一走。那我们的时间是其实是就礼拜五就要回来，礼拜五就要回来。当初他们的游览这艘游艇呢，它是礼拜3开一趟，礼拜五再开一趟，所以原先是设定说那很好啊，礼拜3去住1晚、住2晚，然后礼拜五回来。那没想到还没到礼拜五，他们就宣布说抱歉了，我们这个船不开了。不开有2个原因，他说天气不好啊，其中应该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观光客了，观光客他开船就要撩钱啊。那我们跟龚校长他们就开始赶快找下一个替代行程，所以赶快礼拜五赶快搭船哈上马公，就是那个大岛，因为它有交通船，所以赶快搭上去，因为飞机也停飞了。然后赶快就到机场去开始候补 stand by， 哇，从下午2点多开始等到已经吃晚餐了，都还没有等不到我们的位置，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候补了一大堆啊，上百个啊，那每次候补才2、3个、3、4个，所以等到吃晚餐的时候，大概想说再等下去，即使有位置哈，他也没有飞台南，他就飞高雄，那高雄再绕回来，那就半夜了干脆就再休1晚吧，再休1晚这样子，我们就到附近的民宿住了1晚，隔天一大早赶快再来，还好是先买了1张到高雄的票，也先把它买下来。不过我们还是不死心呢，就是赶快到台南那个候补看一下有没有。真的很巧，有很多人退票，所以赶快就补到台南的。想说这样是小确幸啊，不用再从高雄再绕回来台南。不过一到登机室又宣布了说台南高雄飞机场能见度太低，雨太大，不能降落，所以暂停登机这样子。那只好在那个候机室等，想说不会说已经要登机了才说取消，那就麻烦了。不过这个历程其实对我们一个澎湖人来讲，那是平日常啦，常常会碰到，所以都有心理准备，耽误个1、2天很正常的事情。我们曾经以前有人就耽误了3、4天都有，就一直关在那边。那很顺利虽然下雨中回到我们自己的教会，那真的是感谢主。虽然路程一变再变哈，那其实这次年轻人去那边，他们是没有针对主日学，他们是针对老人，因为主日学生都到台湾去探亲了，没有小朋友就改到跟老年人在一起，也感觉上非常有趣啦，大家很高兴玩得很高兴。不过我觉得最大的学习是，从年轻人去走这个路程，
交通、船、飞机什么的不方便，可以体会到人世间很多事情不是按照你的计划就能完成的。你要学会平常心去面对，学会平常心去看见神为我们的预备，不会焦虑，也不会太过于烦恼。那交托给神的这个功课，我想是给年轻人最美好的学习哈。那很感谢主能够顺利回到这里，能够在礼拜天的服事没有受影响，真的要感谢主。我们要一起学习登山宝训的第10篇，今天的主题叫做基督徒的人际关系。我们一起先来做祷告，再来学习，一起分享。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跟我们同在，让我们知道有你的同在，我们就必有平安。虽然风雨变动，但是你坐着为王，让我们的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就勇敢壮胆往前迈进。愿今天的礼拜，虽然很多人因为下雨受影响，但是我们仍然在线上一起在现场一起同心聚会。愿神的同在，让我们明白主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甘甜，也让我们明白主你的教导，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到更大的力量。将这个礼拜这个分享交托给主，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这个登山宝训系列第10，我们今天讲的是其中的一段，它的主题叫做基督徒的人际关系。看起来这个题是很广泛的，但其实耶稣透过第1节到第6节的经文，他讲了一个主题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们只要同样这个点，就是评判、批判人在批判当中所要遇到的一个真理的学习哈。那这个人际关系很多种，我们在教会的周报里面的第6页，我们每一次都刊出一个，请大家为自己或是为家人蒙福5重祝福祷告。5重祝福，我们在周报第6页里面有特别提到说，我们领受这5重祝福是我们人生最美好、最基本、最需要的。第一个是身体的健康，第二个是事业或是学业上有兴盛很顺利，工作上顺利，第3个有心灵上的喜乐平安，第4个就是今天的主题，他说有美好的人际跟家庭的关系再来就是有美好的灵性成熟。那这5点是装备或是建造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得着祝福的一个基础。那所以可见这一个主题人际关系也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无法避免的。你要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你要成为让人家看重的人，人际关系就是你经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人生的功课。那今天的主题，耶稣特别放在一个比较针对的点。我们看这段经文，耶稣说：“你们用什么量器来量？用什么量器呢？”他在讲这个。不要评断人，上帝就不审断你们，因为你们怎样审断人，上帝也要照样审断你们。你们用什么量器来量，上帝也要用什么量器来量给你们。3段话，你这样，上帝就不这样；你这样，上帝怎么样？你这样，上帝怎么样？那换句话说，当你出自于自己的行动，上帝也要按照你的行动来衡量你这个人。评断人，上帝就评断你。你什么量器来量别人，上帝又要量你们。那怎样的话，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一点？这一点是我们基督徒，当然其实包括一般的人，我们在人跟人之间，我们在群体当中，我们必定会碰到的。因为耶稣并没有期待基督徒的群体是完美的。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的聚集，罪人的团体，是一个普通的聚合。我们上一次也在教会的一个界限当中知道，我们是一个普通人的聚集，但是带着上帝伟大的使命。我们是一群普通的人，但是也带着上帝的恩典，要把上帝恩典讲出去。那也一样，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不是把它看成完美的。
有人常常讲说，哇，这个地方就是天使的地方啊，这个地方是没有任何的人之间的纠葛，不是啦。因为主耶稣很清楚，里面我们常会存在着误解和问题，特别是你有爱的交流，就会有触碰，就有像那个刺，或是所谓的那些渣渣会在里面，因为爱常常会衍生出很多不必要的批判所以主耶稣关心的是什么呢？是当有人出现不当的行为，明明有缺憾的，有不好的行为了，有不好的话语了，那基督徒要怎么样来对待？意思是不是故意生事，但是一旦你有事情的时候，基督徒的态度是什么？那我们在信仰的大家庭，我们通常用什么方式来纠正呢？因为不是一个审判的地方，说一个定罪的地方，或是一个驱逐的地方。我们知道有很多团体呢，它一旦有小小的瑕疵，它等于说你失去了会员资格了。你没有缴钱，那你不要当会员了你行为违反这个规律，你就离开。基督徒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耶稣提供了我们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当然常会遭到误解的。他说：“你们不要评断别人，免得你们被审判。”那什么意思呢？那就不要评判吗？因为怕被人家审判嘛。耶稣讲的不是这种消极的方式。耶稣不是要我们停止对人做道德的判断，无视其错误，拒绝分辨真理和错误，善和罪行的不同。意思是说把它放着和稀泥，让它慢慢好像那个腐坏的东西越腐越大感染越来越深，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知道，刚刚讲到人际关系，因为人跟人只要在一起，特别是更亲近的人，它其中产生了一些冲突跟对立，就往往最不自然的或是不自主的就会发生出来。那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品格的教导，或是我们的一个道德规条，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了。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论人是非，自己就是是非人这个大家常常听到。那听归听，但是一旦事情发生在本身的时候，你其实分不出来。我哪里是论人是非？我是主持正义耶，我主持真理嘞，哪里在论人是非？那问题来了，你的眼光、你的判断、你的直觉是对的吗？我们也知道，人世间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一旦群体角色定位的时候，无形中的对立或是误解，就不要讲，那就会发生。一个老师很严格，要求学生你要准时到，9点要准时到。小学生会在家在路上玩东玩西，想说越慢到越好。老师要求的准时，学生是想说多拖一点，这更好，是一种对立的存在。老师要求写作业，学生说写少一点，不要那么严格，不那么要求。那更不用说父母亲对孩子，他认为是出发点是好的，要求这个要求那个，早一点睡不要玩太久的手机什么样的，但是孩子会觉得说你不要管那么多。夫妻之间最亲密的，反而更容易产生一种对立跟冲突，因为我们比较容易在最亲近的人当中表露出自己的原始的本性。那这些我们在生活上都会碰得到，更何况说，在一个群体里面，有时候跟你没有很直接利害关系的时候，你说一些风凉话，说一些批判的话，说一些不喜欢的话，那通常就容易发生出来。那问题来了。评论别人是会很好，因为大家好像很容易有一个出口，尤其现在现代的社会，这一种评论批判更是直接在表面上呈现出来了。以前还是耳语啦，讲一些似是而非的话，反正好像空穴来风，什么事情走过就算了。现在不是，现在是直接在电视上，直接在媒体上直接公开的讲。那我们就发现说，现在在媒体上，反倒是
讲越毒，好像越有点阅率，很多人喜欢看啊，所以会讲什么毒舌评论呐，批判别人，批判的头头是道。但是很多人就是去挖这个批判人的，哇，他有什么不好的行为啊？被狗仔拍到了，啊，就一来攻来攻去，一来攻来攻去。而且现在又有什么 YouTuber 啦，或是很多那个直播主啦，哇，那更不得了了。很多隐私都搬到公众场合，在网络上攻击。那这个会形成什么现象呢？以前当然还有一点珍惜羽毛，对不对？好，不要曝光。现在不是。是大家不怕你评论了。我们也常常听到一句话说：“死猪不怕烫热水烫。”那怎么办？死猪不怕热水烫，所以就你再骂最好，我点阅率高就好。现在有人是故意负面的哦，把负面的弄了一大堆，然后你的点阅率高，那个情况已经是是非不分了。反正就是我们的很多道德准则都被污染到，被颠覆到了。那我们回到教会这个群体，因为是人的聚集啊，所以那个不完美一定会在我们当中发生。那基督徒的群体要怎么样去遵守呢？耶稣给我们教导是很直接、很清楚的。之前我有看到一个图卡，他讲了2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在这边来分享。说教会的群体有一个提醒：完美的教会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都还在被塑造。所以呢，你觉得这个教会不完美，那我换另外一间不是比较好？他说，换地方、换教会不会解决问题，因为根源在哪里？是自己，你改变自己才会改变环境。常常在很多教会的群体当中，因为我们一个台南市几十间教会，对不对？常常看到有一种人呢，是叫做什么呢？就是说，他认为别人不对，只有我对。然后用一种顾客的心态，用一种享受的心态，那都认为是别人不对。但是当他在别的地方的时候，一旦自己不改变，问题还是出现。那这个不是说，我们换教会是不对的，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当你自己本身有问题的时候，不是见怪别人，而是自己去改变，自己改变才能永久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一个健康的态度是，上帝呼召我们不在不完美中彼此接纳、扶持，学习用爱来修补裂痕。让恩典成为教会最美的见证，而且是学习去爱别人。所以这个有一个很好的设定，就是说，我一旦发现可能问题不是出在我这里，我只是换一个环境来重新被塑造，那是没问题。但是当你觉得别人不对，都是你对的时候，你换环境是不可能改善的，是你要先从自己去改变自己。当我们学习用爱来修补的时候，让恩典成为教会最美的见证的时候，圣经这段话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当我们融入这一个万有者所充满的，你就不会认为说，好像只有我看的是对的，是我只有看的，别人都是错的。所以耶稣跟我们讲到，不要评断的命令，批判评断。他并不是说我们就进口不说，什么事情好的、坏的不说。他是说，他不是对邪恶跟错误视而不见。耶稣所拒绝的是一种评断主义，就是开口闭口都是别人不对，开口闭口都是别人对我不好，开口闭口都觉得说我是受委屈的。那这个评断主义就不是正确的，因为这样的批评者通常倾向于怎么样？对别人严厉批判，但是不是出于爱，或是出于恩典，或是出于怜悯。因为爱、恩典跟怜悯的批判是带着保护的，是带着爱的，是带着委婉的，是带着一起成长的。那耶稣就很清楚了，你评断别人，上帝也这样评断你。他讲的话是说，你不是因为自己的一己之私，或是一己的一个
个人的一个偏见。所以基督徒常常有一个醒思，就是通常我们就是属于被评断的人。你一旦站上一个角色，无论你是圣歌队员，或是牧师，或是一个司会，或是一个服侍者，一旦在一个角色里面，马上就会被评断。当然有人说这个今天某某人服侍得很好，被赞美，被鼓励，然后被关怀。那有人是用消费者的角度这个不好，诗歌不好听，什么事情都是用负面的。我们显示的是基督徒，我们自己常常就是被审判的人，所以我们胆敢去评论别人，我们就会更接受严厉的批判。所以你看，说人是非，自己是非人。你看，常常在电视上一些评论者评论最厉害，评论别人最厉害的人，当然他自己也被批判得很厉害。所以呢，基督徒我们特别要去提醒自己，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故障的检测器，好像他来就是把一些脏的、不好的坏的都讲出来了，好像一看到他都讲坏的，所以他对人的态度总是怎么样呢？是负面的，是破坏性的。他们很着迷，就是很热衷去找别人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当你戴着有色的眼镜的时候，看到别人都是有颜色的。有人常常讲说，他的眼镜不知道什么原因沾了脏东西，然后看到一个人的脸明明这个脸非常的洁净，你说哎呀，你脸有黑斑点这边有不清楚不清洁你就说是你的眼镜有问题问题是在这里。有些人就是这种生性是这样子，因为他没有被建造，他生命没有被修复，所以常常用这种方式来成就自己的安慰，自己觉得自己是最好的，别人都是不好。那这个问题到后来，他可能不只是一事无成了，他可能连朋友都没有。所以我们从负面上来讲，我们要消极的去面对这些不被批判不被人家定罪。但是积极的是，我们要看见那一种赞美、祝福，还有彼此来造就这个呈现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自己有一个认定，就是说，没有人类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去做绝对的评断。所以你站的角色完全都正确的，因为只有上帝懂人内心。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小小的事情，那不小心就马上做出判断，但是神才能看见隐藏的动机。曾经有一个小故事他说有一个猎户他因为太太因为难产过世了只好自己养育那个小孩他有一只非常忠心的狗，平常他如果出去外面打猎，他就要求那只狗你在这里面等着等着要好好陪伴，不要被外面的那个野兽或什么东西来干扰。有一次他到远道去打猎，回来的时候一打开门吓了一跳，看到他的那只猎狗呢，嘴巴满满都是血。他一看马上下结论说，是不是我太久了没有东西给你吃？是不是家里的孩子被你咬掉了？哇，气得不得了，马上拿出他的猎枪，把那只狗一下子封掉了。那只狗挨了几声就没气了。等那个枪声一响，婴孩的哭声哭出来，他才发现说，那个小孩子平平安安躲在床底下，因为这只猎狗之前就为了抵抗外来的野狼，跟他打了一仗身体也受伤，嘴巴还是血。但是这个猎人因为太爱孩子了，看到狗嘴巴都是血，不管3721，也不问清楚，就先把这只狗打死了。原来狗为的是保护它的小主人，竟然跟那些野狼打仗，
争斗了一次。那人常常就是一种很误解跟判断，然后做错了事，而且有些事情做了，哇，就没有办法挽回。所以我们常常要有存在一种怜悯或是一种警醒的心，说会不会我的看法是错的，我的判断是错误的。弟兄姐妹，因为这样子，主耶稣要我们不要有一个评论主义或者一个绝对的看别人是误差的。然后他用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那我们常常读在这样子，觉得有一点会心的微笑，因为这个比喻太明显了。他说眼中的刺跟梁木马太福音第7章3到5节说：你为什么只看见弟兄眼中的木屑，却不管自己眼中的木梁呢？你眼中有大梁你怎么对弟兄说，让我去掉你眼中的木屑？那意思是说，你眼中一颗大柱子你竟然说人家有一个小木屑。所以耶稣这样讲，他说：你这为善的人，先把自己眼中的大梁移去，才能看得清楚，把弟兄眼中的木屑挑出来。弟兄眼中的木屑确实是有但是你的偏见、你的误解是比他大得多。所以你不是先移除别人家的木屑，而是你要先把自己眼中的那个偏见、那个歧视，或是所谓的大梁移掉。那人常常移掉自己的大梁是困难，你知道大梁要移多困难啊？一个木屑可能吹一个风就好了，或是点一个饮料水就好了。所以耶稣用幽默的方式点出论断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有人努力想毫发无伤从朋友眼中除去一片小木屑，但同时自己眼中却有很大很长的梁木，当然他被遮掩住了。当你被遮掩住的时候，你的处理方式就会产生误差，你的处理方式就不会非常的公平。所以弟兄姐妹，刺与梁是什么呢？人常常有一种倾向，就放大别人身上的缺点和问题，但却极度低估自己的缺点和问题的严重程度。那人常常就是这个样子。世界上会产生很多不幸，或是人跟人之间产生很多不必要的冲突，都是因这个而起的。耶稣他没有否认说这个世界没有梁木，没有木屑，这个世界没有说一个冲突不存在，但是他跟我们讲的是，你从内在，从你自己的生命开始，从你内在的梁木先除去。既然是梁木，要除去是多么不简单。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引导人信主，对不对？来受洗，但是你会看见说我们照顾的这个属灵婴孩是多么困难。有时候他一不小心就发脾气，一不如意就会怪罪什么东西，你都碰到过。特别是你喜欢传福音、带朋友信主的，那你不能一下子就跟他一般见识说你这样子吧，干脆不理你了你走好了，不要来了。你会一再苦口婆心、忍耐、委婉的给他牧养，给他扶持。所以，因为你先把自己的梁木除掉了，他的木屑就很容易看得见，很容易把它除掉。所以，当我们看别人的缺点，还有看自己的缺点的时候，你的比例不一样，你的力量就更大。所以呢，另外一个角度是我们常常用乐观的角度看自己，对别人抱持怀疑的眼光。人常因为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问题，而拿他们当箭靶。换句话说，有时候我们当说别人有这样有那样的时候，到最后发现说，原来你讲的问题你都有，而且可能更严重。所以基督徒说，在主的面前谦卑认罪悔改，不是没有原因的。不是你一天犯了什么多滔天的大罪，光是你一天讲错什么话，出错什么脾气。早上我们的慈宝老师在带第一堂敬拜的时候，就先带领我们做祷告，说神啊，求你赦免我们自己所常犯的罪。其实大罪我们容易发现的，小罪才麻烦。有时候不小心的偏见，讲一句评论的话，让人家伤害到，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要去克服的。所以基督徒常常认罪，其实常常
在神面前求神赦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们要走向一个更良善，也能够更算是圣洁的人，是必经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移开自己眼睛的梁木，好好处理自己生命的问题。那这生命的问题刚刚有讲过，除了认罪以外，一个属灵的一个捷径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发现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处理不了，所以我们常会讲说，我们来参加一个遇见神营会，或是参加一个内在医治的祷告，是承认自己的力量不足，用什么意志力，用什么规律的生活，用什么样的操练，没有办法克服自己，我们就完全摆在神面前，圣灵亲自移除过去。所以为什么人会把那个本性没有办法除去的部分交给神呢？这个礼拜我们看到一个 Good TV 的真情部落格的见证，因为这个见证刚好是常常来我们教会举行那个带我回家，有没有？这个永兴之家的一个义卖这位这一个弟兄那他接受真情部落格的一个访问，他也曾经在我们松年讲过那安肯弟兄呢，他现在已经当传道了，他在讲说他小时候怎么样成长，什么人格偏差，到最后沦落于成为一个吸毒者，钱都失掉了，连太太孩子就离开了。直到他遇见主，他觉得他必须要在生命做改变，勇敢拒绝很多很多的诱惑。后来他在更生团契得到再生了，借由更生团契的辅导，他生命被改变，所以他自己愿意投入一群更生人，大家一起组成一个永兴中途之家，办这一种有一技之长来做各种食品，自己自力更生。那个见证有时候真情部落格还常常会重播，牧师也贴了一个网址给大家，大家可以看一看。人的生命有时候改变靠自己是一再改都改不了，有圣灵感动，圣灵生命的改变才有办法。弟兄姐妹，耶稣讲的这些话，最终一个点是你自己生命的问题要勇敢去面对。当你把这个生命的梁木除去了，你会发现哇，世界一切都很美好，看到人都是可爱的、喜乐的、平安的是祝福的。所以我们要以对他人的批判来要求自己，并且以对自己的宽容来包容他人。最后呢，有一段经文突然间跳过来，第6节耶稣突然间讲到猪跟狗的问题了猪跟狗的问题。但是我们有一个理解，就是耶稣他在跟学生讲这些话的时候，也讲到福音的问题，传上帝国福音的问题。那这段话的意思应该是说，耶稣想到这个狗不是家里的宠物不是家里的宠物，而是在外面到处乱跑、成群结队的野狗。我们知道台湾的很多地方流浪狗很危险的，你不要一个人走过去，它突然间你骑机车，它整群冲出来，很多人这样受伤，甚至被咬这个事情常常发生。那现在台湾这种情形已经改善很多很多，因为有一些动物的保护机构啦，还有很多特别有慈善人士去把它这些野狗围起来来牵养。以前小孩子最怕的就是说哇，不敢走过这一边的，因为那条路有一家人的狗很凶你走过去要不知道什么时候冲出来。小时候的恐惧感到现在有人还存在，怕狗就是这样来的。所以耶稣讲的不是我们家里的宠物狗，哇，你爱得不得了，那怎么还会来咬你呢？他是在讲那些野狗，有野性的狗。那犹太人的眼光，特别是喜爱泥巴打滚的猪，也是不洁净的。我们知道犹太人对猪是很排斥的，他们不吃猪肉的。那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些得到什么呢？圣经这样说：不要把神圣的东西丢给狗，他们会转过头来咬你；不把珍珠扔给猪，他会把
珍珠践踏在脚底下。耶稣想到的狗不是家里的狗，是游走的狗。喜爱泥巴，在泥巴里滚的猪也是不洁净的。因为这样，他又讲说，神圣的物不要给狗吃，珍珠也不要丢给猪。那意思是什么呢？因为珍珠，他讲到救恩呐，在马太福音13章45到46节说，天国又好比一个商人寻找贵重的珍珠，当他发现了一颗极贵重的珍珠，就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来购买那一个珍珠。意思是说，珍珠是多么的宝贵。当你面对一群不可理喻也不可能接受的狗，你何必丢那些神圣的东西给他呢？何必丢那个漂亮的珍珠给在践踏泥巴的猪呢？他讲的话有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常常想要传福音给别人，但是他一直诋毁你，一直抗拒你，有时候你会做一种智慧的选择，也许这个时候不是传福音给他的时候，是让圣灵亲自动工，因为福音传给他，他把福音讲得一文不值关心他，他认为你是有特别的企图心的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说，耶稣他讲的意思是叫他们学生有时候遇到那些拒绝福音甚至抵抗福音的人，耶稣曾经讲说，那你就脚踏一踏，让些尘土掉下来，就离开了，不必跟他勾勾泥就对了。那但是他耶稣这样讲的话，也不是说我们就没有耐心，他要我们是对人蛮有耐心，并且坚持下去的，仍然是基督徒该有的反应正如上帝也这样满满有耐心的对待我们。弟兄姐妹，人际关系大概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困难的一个功课。其实我们如果把人际关系这个东西再延伸出去，你在职场工作，你在做生意，你在接待客人，全部都是跟人际关系有关。那你一旦要一劳永逸的把你的生命保养的那么健壮，你看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是像天使的，而不是眼中是戴着有色的眼镜，你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真心的对待。换句话说，耶稣要我们小心，不要因为评论别人，反而被上帝所评论。你说别人的是非，或却是别人点油最记号，永远被排斥，在群体当中不会受欢迎，在工作职场当中没有得到人的帮助。更何况，当你是一个推销员，或是你一个 sales， 或是你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你没有好的人际关系，你的生意就没有办法好。愿神赐给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从生命里面那个泉水、那个洁净的旺盛，然后你发现，什么事情都打不到你，因为你被神所保护。你用喜乐、平安、笑容面对别人，你发现世界美好的地方太多了愿神赐福给每一位基督徒都有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感谢主，我们现在做祷告，那我们之后先做一个信仰告白，之后我们再来做医治的祷告。我们现在祷告。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因为你满满的恩典，让我们在人群相处当中有神的爱成为我们的力量。有时候我们难免受委屈，或是被不当的对待，甚至被误解。但是当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一棵梁木被除去了。当我们有健康的心态的时候，别人的眼中的木屑就很容易被移除。木屑移除，梁木被移除，那个和好美好的关系就出现了。愿神赐福给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非常健康美好的人人受欢迎的人际关系。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上个礼拜举行洗礼式那我们当中有一位姐妹